做内属匠心，内属来了啊，即个核心甲主心的法来这来讲过。毋过甲第二可能的推动了呢，核心甲主心的法到第10分，比如讲啥物件？得即无助，甲言途无际。什么？第10分咧讲叫做得地无助呢？如来实在言地无所，有法所得哦，不了先生，如来在言地无所，实无可得。哦，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得地无助，就是讲你得到如来，甲你传这大法，但是你无得到如来，甲你传这大法。如果今日你若搁得到这个如来，咧甲你传这个法道理，那安尼当中呢，咱各位前提，咱搁有你我上、众生上、寿者上搁有。你搁有一个人咧传法我，啊，我搁有一个我咧受法，基本上来甲讲起来，咱每一个人有具备着一个如来定的特性，是因为佛陀借着这个因缘，甲你启开，甲你启开你这个智慧，你今日这个刀仔内底当中，伊若要具备伊的生机灵内底，你安怎甲种，安怎甲掂，伊就袂恶变，就袂出现。你讲啱毋对？但是因为你这个刀仔，你这个手仔，就是伊有具备伊的生机灵内底，你甲种了后，伊拄着最了会恶变。换一个解说，咱所有一切众生，若无有具备这个生机，无有具备这个生机。如来怎么点？如来怎么你传？你敢有法度通成就无上正定境界？无可能，因为你本来就无具备迄个生机灵内底，各位前提。但是因为佛陀，伊就安尼讲哦，如来实在言定无所，释迦牟尼佛当时互言定佛，伫迄个时阵，伊离言定无所，伊有得着物件无？简单讲起就是安尼。虽然咱来讲，实话来讲，可能现存。如来在言定无所，是无所得，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得地无助。咱各位来做出。哦，你得个啥物件？你得个三个想法。你有一个人咧我，你有我咧得，有一个人咧后我得，基本上来讲起来，迄种甲你做一哪？哦，当前这是真阳关。真水真火一俱全，已经主你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后边关讲，二目神通，你有发现无？你若无发现，我心想来无好我来讲，你根本无路用。因为就是顿悟，你个发现就是你自己这个领悟，领纳一心。但是透过这领纳一心，后边那一个叫做哪？叫做发心，敢是安尼？发什么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其实你有灵啊，伊心你无发心嘛无路用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倒一堆啊，对不对？哦，啊修道嘛是对啊。哦，为花常心，为常花心啊，对不对？为花常心，咱一发就发甲，发甲哪？发甲辛苦去啊，啊为让咱发袂辛苦啦。哦，做件代志就要发心啦。咱来讲有一个情况，我讲啥物啦？过去的当中呢，在开始的时阵啊，求助里头，会发甲袂发，讲啦，好，伊要安怎转，甲真有实现着伊的愿望无？拄着问题，咱再来找。所以因为咱今日修办到，咱袂使随便修改，咱嘛袂使欺骗咱的法，真正袂使欺骗咱法。无论心多宽，路多长，修多苦，安多难。这是一共款，这个信仰难讲，所以因为咱今日该知影，你一定要发现。你若有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面一个心发心，即使你今日得到名书一进，后壁你说我不过你听无？大业百种啊，后壁讲你大业百种啊，你这个步你做哪发袂出来啦？是安尼啦，所以到第10分来讲，叫做严土无助。好，再来呢？得地无助，严土无助，什么叫严土无助？佛有32相，有依报甲正报伫咧有无？严土无助，就是咧讲32相80种好，伊就咧讲哪？讲叫做正报、依报，这就是嘛袂使是自相者。你既然甲自相，你就毋对啦。
所以呢，咱来讲，过了世尊，庄严不多是最庄严，是名庄严。无因为着132相来见到你的自性，无可能。是我所无的菩萨应如是生清净心。本自是生心，本自相当于是触发生心，应所住二心二心。只若咧甲贡献，这经拄则来讲，叫做自心无住，叫做言土无住。这已经拢甲你讲甲足够。伫即个当中呢，应无所住二心二心，咱若当一切自法相，拢总无去执着，无去自相。那安尼当中，咱生出来心叫做什么心？叫做清净的清净的心啦咱就不必讲咧，因为咱讲一定该讲了。所以不必再讲下去了。但下面呢所讲的道理，还是要推广，再推广出去所以这个叫做类似周期都有小化，未成熟所以一定来讲落去。所以呢，这个经义先做主具备，只是推广而已。那个讲起来，伊的重点，这部经典的重点，拢总讲了，就参照咱进处，已经拢差不多硬体拢起好时也嘛好嘛差不多剩小可装潢，小可装潢就好都差不多安尼。所以硬体所以的该做的拢差不多做就好。所以呢，这部经典后边所讲的。是咧加以做一个解说安尼啦如果能今日去若真正上神地位，后边唔去讲，伊唔去讲，伊了后面知影做。不过呢，咱讲有上神地位，有中神地位，有下神地位。那咱今日中神地位，就说来讲下神地位，咱继续因为无了毋知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后壁佮讲完就是安尼啦所以因此就是可以经历这个个名还是要经历这个名义啦。明白了，因只要我们已经的道理去奉行修持，那安尼当中的奉行修持，对修道法门到底怎样下手呢？师父咧针对这两个问题向世尊请示，世尊依照这两个问题一一来甲做一个师父的解释。就咱我拄则讲，这段话，你这段话问这两个问题，怎么来呢？佛陀就直接，这段话就是佛陀直接甲什么人讲？甲师父讲，因为师父在问两个问题，问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东和名、出经、目的温柔风气，这两个问题。但是你有连接着顶悬迄12分的条件性啊，咱有注意顶悬的条件性，因为这部经典的条件性，会当互你成就最上第有之法。所以变成讲这部经典伊的条件性，所以第13分当中师父就开始咱问经名，温和东和名出兵目的温柔气。既然这部经典会当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无上正定正觉，那安尼当中呢，今日这部经典相当伊的重要性伫咧。所以呢，佛教师父甲师父讲是经名为因讲发这道理，伊是名为逆动无情，所以讲师父不说发这道理，只为发这道理是名发这道理。佛教师父因为咱知影地主向佛陀拢总是别佛言，那佛陀对地主拢是一种个性的，我只想来讲，就是叫我别佛言的解释，咱后悔解释，就差不多对咱家己自己的谦虚，我对佛陀请示地主，就是作愚钝唔捌，我讲的话就是，唔捌，即就是代表空空白白。我讲的话当中是一个白话，安尼嘅佛言，向佛的请示，就是叫做谦虚的意思。所以佛向地主就安讲，
所以不读书无题，我直接甲你讲，吼，是金名为金光发这耳面，一时无意力动风情，所以你叫做针对这两个问题来讲起来，吼。所以你这个人叫咩？书无题，这两个问题第一是金名，第二是风情，哦，就是咱我主角甲你讲的金名甲风情这两个问题，重点在于这两个问题，吼。这两个问题是讲啥物件？当然，离婚归纳了后，只分到是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金名叫做金光发这何必？金名的意义就是有了如同咱我早头讲的，好，伊是用着这部经典金光发这何必？这部经典来甲号着哪号这个名？哦，金光发这何必？来甲号着这部经典的名，安尼叫做金光发这何必？那金光伊是咧讲啥物件？当时咱好啊，过去捌讲过，金光伊是咧讲是一个咱的金光石啊，咱的金光石，伊迄个实体啊，来讲，伊金光实体介金，哦，咱逐个金光石成熟金，所以具体啊，这个体，伊这个体金啊，吼。伊这个上面啊吼，伊这个用啊吼来啊，伊有做些三个字啊，这叫做金光石吼，金光石，吼，所以伊。